恭喜你能夠喺呢個繁忙嘅一日入邊，抽出呢個時間，對自己身心健康做一個有幫助嘅練習，咁樣係非常之好㗎，你係值得畀個 like 自己嘅。首先，請你揾一個舒服嘅地方，輕輕咁瞓低。你可以瞓喺床墊上邊，或者梳化上邊，或者瑜伽墊。任何一個地方你覺得舒服自在就可以啦。唔方便瞓低，你可以坐喺張凳上邊，保持一個放鬆嘅坐姿都 OK 嘅。瞓低或者坐低之後呢，咁你而家可以靜靜咁感受下自己嘅身體，你可以體會下身體嘅重量。如果你係瞓低，咁呢，你就可以感知下背脊同床褥或者瑜伽墊或者梳化接觸嘅感覺。接觸點有可能係你嘅頭嘅後邊啦、背脊啦，或者 pat pat，所有地方你接觸到嗰個墊呢，一路去到腳底嘅接觸都可以感受咗先嘅。如果你坐喺度，咁你就感受下 pat pat 同背脊同張凳或者梳化之間嘅接觸點。而家你可以利用觀察呼吸，等個心慢慢咁靜落嚟，去返去當下。而家呢一刻，頭先過去嘅事已經過去，將來未發生嘅事都仲未發生，所以冇嘢需要擔心。唯有而家呢一啖嘅呼吸，先係你能夠真正掌握到嘅嘢嚟嘅。所以我哋由觀察呼吸開始，呼吸由細到大都陪住我哋，冇離開過。但係呢，成日都畀我哋唔記得咗佢㗎喎。而家你嘅任務就係好好去體驗下呢個呼吸，觀察呢一個呼吸。而家將注意力移去鼻哥前面嘅位置，留意下呼吸，出出入入。當吸入空氣嘅時候，清楚知道我哋而家吸入緊空氣喺個身體度。當呼氣嘅時候，亦都清楚知道而家空氣由身體入邊出返去。盡量保持專注，我哋將個專注力放喺呢度，好似我哋有一個電筒，呢個電筒照住鼻哥前面呢個位置，清楚覺察嚟家呢一刻，空氣喺度入緊啦，吸緊入去啊，定出緊。
定還是短暫停留咗一下呢？記住，你唔需要控制呢個呼吸嘅速度或者力度，盡量保持自然嘅呼吸。我哋只係一個電筒，一個旁觀者，用個電筒就咁照住呢個位置，靜靜咁觀察呢個呼吸而家真實嘅狀態。跟住落嚟嘅時間，暫時放低其他濕碎嘅嘢，只需要專注做一件事，就係你嘅呼吸，觀察呢個呼吸，好好咁將個心擺喺呢一個位置。喺練習過程入邊，可能你會發現啊，我明明想好專注喺呼吸上邊，但係呢都有啲唔同嘅雜念走咗出嚟喎。諗呢樣，諗嗰樣，諗下之前，諗下將來，唔緊要㗎，呢個好正常㗎。每當你發覺你嘅專注力飛走咗，就代表你嘅覺察又進一步啦。人類嘅內心大部分時間本身就好散亂㗎。既然你都意識到係做得好好㗎，所以而家淨係需要輕輕咁將專注力拉返去個呼吸上面就得啦。就算注意力過咗一陣之後，又走咗，都唔使緊張㗎。同樣，我哋喺輕輕咁將我嘅專注力拉返嚟呼吸呢個位置，就係咁樣帶住內心去練習，有耐性咁將專注力拉返去自己身上邊，拉返去呼吸，拉返去而家呢一刻。繼續清楚觀察，而家鼻哥前面嘅氣息係入緊嚟，定出緊去呢？如果呢個時候冇其他嘢諗，咁非常好，繼續保持，淨係做觀察呼吸呢一件事就夠啦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做一個覺察身體各個部位嘅感受。平時我哋嘅皮膚可能會痕痕地，或者有啲部分有啲酸痛，有時呢感覺凍啦、熱啊、溫度嘅嘢，又或者一啲細微嘅感覺，有好多感覺㗎。而家我哋就係進一步去體驗下，好細微，盡量細微感受下每一個部位，你係有咩感覺嘅呢？首先呢，試下將個專注力由頭先專注喺呼吸裏面，移到去腳板底，左腳嘅腳板底，
呢個練習呢，最後要覺察情緒㗎，但係呢個之前呢，我哋由身體開始感受。而家將個專注力喺左腳腳板底，感受下呢個部分有咩感覺？可能同對襪、對鞋接觸嘅感覺，又或者呢，同空氣接觸嘅感覺。你可能覺得凍啊、熱啊，或者冇感覺都冇所謂。你就知道呢個位置冇明顯嘅感受，已經係一個好好嘅覺察。練習嘅重點係喺呢個過程入邊，你嘅心係保持覺知，清楚知道當下嘅狀態就好好啦。跟住將專注力，我哋頭先講緊嘅電筒啊，移去小腿嘅位置，覺察呢個區域由皮膚同條褲接觸嘅感覺。如果你着緊短褲呢，可能你會感受到皮膚同空氣接觸。有陣時呢，最明顯嘅可能小腿嘅肌肉，感受下佢會唔會好繃緊或者放鬆。記住，你係唔需要刻意製造特殊嘅感覺，我哋淨係需要客觀、如實去觀察。跟住再上去左邊嘅大腿，包括咗裏面同外面、內側同外側、皮膚到肌肉嘅感受，保持住放鬆，只係需要觀察，就算覺察唔明顯，都好好㗎。重點係覺察呢一個過程本身，住將個心專注力，頭先我哋嘅電筒移去右腳嘅腳板底。頭先呢，我哋喺左腳感受過嗰個已經係個過去，電筒呢，淨係可以照住呢一個右腳嘅腳板底，我哋就淨係觀察電筒可以照到嘅範圍。我哋將個專注力擺喺右腳腳板底，無論呢個位置有咩感覺，只係知道，清楚知道就夠啦。跟住我哋再上去右腳嘅小腿，可能係皮膚啊、肌肉啊，有啲呢個位置咧有啲酸痛啊，有啲緊嘅，呢啲係一啲真實嘅感覺、真實嘅感受，唔需要去避開佢㗎喎，感受下佢。繼續上到去右腳嘅大腿，同樣皮膚肌肉能夠感受到幾多就感受幾多，感受唔到都係一個感受嚟㗎。體驗下覺察嘅過程，作為一個觀察者，觀察下自己嘅身體，記住唔使過度追求舒服嘅感覺，亦都唔好排斥唔舒服嘅感覺。我哋只係觀察佢，感受佢，知道發生咩事就夠啦。跟住去到肚仔，包括肚仔皮膚同皮裏面嘅肌肉，你可以試下放鬆肚仔，感受下而家嘅狀態。你係咪肚餓啊？定飽飽地呢？跟住我哋可以觀察兩條腰，
跟住去到背脊同張床墊或者一張凳嘅接觸感覺。咁如果你冇挨住張凳就非常好，感受下佢同件衫或者空氣接觸嘅感覺。然後而家將個電筒移去胸部呢整個區域嘅位置，包括你呼吸嘅時候胸部起伏。跟住落嚟，去到左手嘅掌心，觀察下而家手掌係熱嘅定凍嘅呢？或者有啲其他嘅感覺，可能有啲麻麻地、吉吉地，就算冇感覺都可以㗎，冇感覺都係一個客觀嘅體驗嚟㗎。再上到去左手嘅手臂，然後左手嘅大手臂，每一個位置都真實咁樣感受下。跟住我哋去到第二邊，右手嘅手掌開始，然後去到右手嘅前手臂，跟住呢，就係右手嘅大手臂，同樣好細緻，嘗試下細緻去覺察下呢度佢有咩感受。頭先之前我哋所有位置呢，都唔需要理噶啦，而家淨係需要知道而家右手佢嘅感覺。然後去到膊頭呢個位置呢，膊頭我哋平時好容易好掹緊嘅，而家個膊頭係放鬆緊定係好繃繃緊，好軟軟地呢？你唔需要刻意咁用力嘅，好好體驗呢個位置嘅感受，係好冤啊，定好舒服、好鬆嘅感覺。跟住去到喉嚨、頸嘅後邊，感受下呢個位置放鬆嘅狀態。再去到頭部，然後去到後腦。如果你瞓緊喺度，可能你感受到後腦同張床接觸嘅重量㗎喎。就算有輕微唔舒服，我哋接納一個真實嘅感覺，唔好評論佢係舒服定唔舒服呢。我哋知道佢有呢一種感覺就夠啦。到最後呢，我哋將個專注力拉返嚟喺塊面度，皮膚塊面嘅感覺，跟住呢，去返頭頂，做得好好啊！然後返返去呼吸上邊，而家呢，繼續將個專注力擺喺呼吸上邊，感受下呼吸嘅進出。同一時間呢，感受自己瞓喺度定坐喺度，各樣嘅重量感覺。個重量邊度重啲？屁屁、背脊，定係其他位置感覺重量感重啲呢？覺知就夠啦。咁無論剛才嘅身體覺察練習做成點，已經係一個過去。而家呢一刻，我哋繼續體驗呼吸，繼續同自己一齊保持住接納嘅態度、開放嘅心、好奇嘅心，時時刻刻返到去當下，發現下自己其他嘅嘢，冇咩係好緊要㗎，或者冇咩係特別唔好嘅，冇嘢好定唔好，我哋只係去體驗，開放咁樣去體驗。
呼吸，感受身體際感咋。咁我哋呢個練習咧喺呢個位置就告一段落啦。如果你想繼續練習，留喺呢個狀態入邊，你可以嘅。如果你想起身做其他嘢，咁一開始咧慢慢喐，慢慢，唔好即刻就一啲大動作啦。再次祝福大家健康、平安、喜悅，亦祝福每一位朋友都能夠時時咁同自己身心相處